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，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，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，要甲带路虫阿婷做伙四界扫。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你来啊！我咧学一种住伫咧海边的动物，我想要甲迄水抠入来，结果想袂到，上好是我度，结果我想袂到是抠到恁来。啊，恁刚才我是咧学啥物动物？有一种动物，伊身躯吼，足侪支骹四四角角安尼，啊，足爱住伫咧底有水的所在。大公参。大公参是这啦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对了，这就是大公参。恁刚才因啥呐？会安尼抠水？唔知。唔知吼。啊，要保护因的地方。咱等下去找伊看卖。咱观察看卖，咱再来。要带无？要查无？这是我甲你。安尼伤粗鲁啊！这是保护因的地方啊。保护伊的地盘啊！咱等下去观察看卖。大公参因介意住伫咧有烂土的所在。对啊。啊，毋过咱要去烂土边吼，有当啊，迄水会关关加加，对无？恁敢知影是安那海边啊，迄水会涨流，阁会靠流？刚才我问你哦。海边啊，海水逐工来去去，这是因为地球受到月亮引力的影响，甲家己自转的关系。地球顶面的海水一边会互月亮扭过，一边是强要互害出去。所以会造成2摆的涨流，甲2摆的退流。海水涨到上悬的时阵，就是巴流；退到上低，就是克流。趁即马克流的时阵，恁无看到遐足侪图吼，我带恁去看。哇，恁敢有看到头前？这就是烂土坡。恁有看到啥物件无？会先莫冲落去，动作莫伤大哦。咱先看烂土坡顶面。哦对呢，嘛有白灵犀呢。恁先看卖啊，恁先看卖迄白白迄，迄是金仔是吧？我摕不了名啊，那只好哦，迄个手机边啊，遐敢有一只红色的。红色的吼，对，等下爱换鞋啊。啊，而且我甲恁讲，头拄仔有看到迄鸡，迄个金仔的鸡屎吼，因画的摆做足水的花草，恁等下当落去观察。恁看我的图册。恁等下若是，比如讲，即坑，才有一个坑对无？啊，咱挖过的时阵，金仔是毋是拢会撞入去？啊，咱若是按顶面挖吼，你愈挖伊就撞愈深。所以有一个方式，我甲恁讲哦，恁等下试看卖。比如讲，伊安遮撞入去吼，你会当按边仔遮，按遮甲伊拄落去，甲伊的路砸掉的，吼，伊就撞袂落去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你甲伊用起来的时候，你甲背开，有当啊伊就会爬喺顶悬。有无？哦，这个无，这个无。这啥都无。哦，叫大坑呢！哦，这有一大坑，这条大坑啊，这有一个，这个较大坑。这拢无钱嘛。What is this? This is a rock. 咱继续哦。阿玲，有着两只，大概拢是2只。阿玲就是跳的，我就不了一个哦，搁抓着啊。有3只超级慢。就2只。老嘞，你看我有3只超级慢。小朋友，咱来遮看恁即摆抓着啥？啊，我有抓着，可能恁无抓着的物件呢，恁要看无？小朋友，恁看即只。哪有啊？对，伊的2支管是变大支。我是钓的啊。恁敢有抓着？无。你无抓着哦，你有大公参。大公参是毋是1支手的安尼背着无？啊，毋过即种2支手的吼，伊咧背做趣味哦。恁头敢有看到？无。我先甲伊藏。比如讲我是伊啊，伊有2支手变大支对无？恁敢有看过日本人讲万岁？
万岁！万岁啊！嘿，所以有人叫这种金啊叫做万岁金。万岁！放菜，不是放菜，哎呦，是万岁！恁敢知影，若去互土黏掉的，安怎才会当脱身？另我知，因为后边安尼慢慢啊压起来，再个安尼摕出来。哦，所以爱捏骹尾，咱会行过迄个风，咱豆豆行快看啥？这当的呢。先踏着会喷水的所在。啊，搬袂起来要安怎？嘿，你看，我就甲你妈妈。对啊，咱踏落去就会喷水对无？啊，毋过有的所在踏落去，迄水会弹出来哦。你哪个安尼？我已經卡掉啊！有一隻呢，有個叫你卡尾，你卡尾。唔怪尾啊！我甲你起。好你，安尼你揪后壁，你捏骹尾揪后壁。哎呀！我卡掉啊！你嘛卡条呀？安尼我一头揪一个，你就捏骹尾。你骹去卡条，等下哦。你看有人骹去互输掉的啦。小朋友，咱来豆豆仔去哩啊，等下下晡才搁落来。恁找着足侪骹的动物对，咱即摆要找一种无骹，毋过伊会跳会走的哦。我做出来咯，點好，好无？你刚才是啥？我画互恁看，伊有两粒足大蕊的目睭。啊！伊的喙。係魚啊吧？老咧！你為咗做好人咧，狂強啊！誒，狂強啊！咱即擺就去找狂強啊！好，Go！你看講狂強啊？小朋友，遐就有一隻呢。對。阿平，你先落去遐，甲迄水坝凍起來。啊，我要衝。你遮，我有看。咱想辦法甲你起來。走。走去，你按迄邊甲圍，你踅較遠呢。我今晚是慢動作去了阿平，丁元說，我今晚是慢動作阿平。好啊，入去啊，了掉，而且伊會爬壁呢。你來看，你看這咱頭拄仔掠到的空腔啊，因伫咧水內底的時陣吼，拄仔好目睭會當捅起來甲人偷看。啊，你看伊還有一個最厲害的所在哦。我知伊會去壁。手什麼？沒有。飛去你啊！你用嘴豎起嚟啊！你看伊會當安尼，你剛看會到伊巴肚的魚翅，我看得到。當是圓圓，太哥，扁扁，嘿扁扁，所以伊會當吸伫哪里哥？光骨的所在，還是伊咧爬樹仔的所在，哦，伊就會當豎起嚟。啊，第一掛是個九九誒。嘿，做成個哦對呢，伊的鰭盤做成個九九的呢。你敢知伊的喙配成安尼？伊是咧喘氣，伊用針內底。伊内底若是有水，伊就会当喘气。你甲伊相像，你面较来。伊要来。我跟你。我要跟你。啊，毋过咱袂当甲伊掠伤久，因为伊身躯吼需要淡淡，伊才会当喘气。住伫南土埔的花条甲大公仙，目睭拢生做真怪奇。一个是生伫头壳顶，一个是生做长长长。原来是亲像唱水男共款，会使美伫水底，偷看敢有歹人要甲伊食。红树林。嘿，红树林的迷宫，咱即摆要找一种做侪骹，毋过袂走的物件。你要找看觅无？咱伫咧迷宫内底找看觅。好。行，啊，恁找看觅，恁感觉什么回事？无做侪骹，毋过伊拢袂叮当，袂走。红树啊，这。哦。咱已经找到。我话你要行好近无？你看因看到啥？就是红树啊。恁拢还袂洗就发现啊哦。你讲伊倒位做侪骹啊？下骹这种骹。哦，这做侪骹对无？啊，恁看伊顶面这擦擦的这。七百。对，这七百伊细汉的时阵吼是伫咧水内底游来游去的。啊，伊要大汉的时阵，伊就会找一寡固定的所在，譬如讲水若淹起来，啊伊摸到这树啊，伊就会发起哩。像蚵仔对无？嘿，像蚵仔共款，伊会找所在固定。安尼咱继续行迷宫哦，去带路。阿玲，我要带你去啊！哇，我行出来了！耶 ！We are free！ 这因人讲要创啊，你敢知？这空气呀！这空气哦。你看这个手机。恁感觉敢是？唔知。你嘛唔知哦，你有白药的哦。
其实你叫了无唔对呢，伊其中一个物件就是要互迄空气会当对流，啊伊内底就袂伤热。而且佫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好海水啦。毋是，佫一个就是伊迄个烟筒讲做愈大机，表示迄只钱仔愈用愈大只，所以伊就会当去找某的钱仔，甲伊交配。咱等下用头来做烟筒讲，好无？好，安尼咱喙外口用沙条做烟筒讲。行，注意外口。安尼咱即摆吼，恁一人摕一支，啊，咱家己用。头像上在头的迄咱即摆来学一摆，啊，做家己的烟筒讲，恁看会当做偌悬，啊，袂当放落去哦。烟筒讲有没有用得起来？安尼啊，安尼。要做就大。我看你会当做偌大，拢会知啊。我用超大，见鬼！你有够恐怖！啊！我等下规身躯头，我是要安怎转去啊？小朋友，恁敢有发现即摆水拢搁悬起来？即摆要涨楼啊哦！你看我烟筒讲，遮尔深，遮尔大坑。我看。哎呦，啊，才有一个人要甲我烟筒讲用歹去，是安怎啊？你看我烟筒讲，你啥要破坏我烟筒讲？恁足恐怖的，恁是大树林。我烟筒讲无去啊，我娶无某啊，惨啊！你是用谁养呢？我即摆是金仔呢，我即摆是大公生，我烟筒讲无去。哇！讲的大公生有一支真大肯的金仔讲，而且佫会使换兵哦。若是受怕输，也是拄着危险，会甲迄支金仔讲创有长通道命。等因创壳的时阵，原本细起的会慢慢啊变大支，这就是人讲的拍动手骨颠倒用。我今仔上该抓空腔啊，因为伫遐跳来跳去啊，就好耍。无好行，就是安尼，就是较像安尼就会出来。我话你较介意生头还是较介意抓物件？生头，生头。啊，你头拄叫头竖掉的，你有啥物感觉？足惊吓的。